请收看台视新8.6梦乡。吴真啊，阿母，你有较想要食啥无？阿母明日要等下煮互你食。免啦，恁食啥吼，我食啥就好啊。阿母我改了。这衫仔裤你家织啊？对啊。真厚哦。啊，你进前要去日本的时阵哦，啊，你衫仔裤啦、袜仔啦、袂束八束吼，安尼真几规批箱。你若都是阿母哦，安尼一领一领甲你织，一箱一箱甲你捡。即嘛无共款啦，我来日本读册吼，事事项项拢爱家己来。我感觉我家己吼，愈来愈无路用啊。阿母啊，你若突然间吼讲即种话，你甲恁阿爸吼，个人有个人的世界，个人有个人的主张，拢听无顺。你莫后白讲啦，真的。无安尼啦，以后吼我会送留互你煮，啊你若遐尔爱煮食，无你等下吼去菜市啊，不管是啥物钱啦，红钱、菜钱、花钱，拢买转来煮互我食好无？哎呦，300银啊，哪有人爱食遐济钱啦？啊你骂我300，啊你是阮老母呢，啊我是你生的，啊你问300老母？你讲啊，讲这是啥物话啦？你实在是有影哦？你这真心的啊？你来遮创啊？我来摕我的衫啊。啊，要摕唔紧去摕，你徛倒来创啊？哦，阿妹，你衫要摕去倒位？是我叫伊摕的啦。伊本来困伫你的房间，啊，他即马你转来啊，我当然叫伊去甲后巴送困啦。神仙牛，我来找啊。阿母应该叫你阿母，哪过来叫你先生？像这个遮无情的囡仔吼，做啥拢共款。嗨，咱莫讲伊啊啦，愈讲愈厌气啦。你想要食即摆了？啊，无我来去拣鱼仔看卖。
看有较深的火色无吼？阿母我陪你去啦。免，你休困啦吼，你休困，我来陪你来就好吼。阿母，阿里嘎多。安尼嘛好啦，你甲阿无在遮客烧，啊寒天哦嘛较袂热，啊毋过哦，你毋通拍背哦。先细人咧做查某囝吼，这是伊的好意。啊先生娘吼，伊无同意，我互你叫伊阿母，这你嘛免勉强，知无？我知啦。知就好。阿婆，嗯，我就想要转去阮兜的。到是安怎？阮昨仔来，足侪囡仔伴，足侪阿姐、阿伯，还佫有阿满姨啊。我知影啦，要毋过你转去，啥物人要顾你啥？我要人照顾啊，我会当去田里到做时趁钱啊。阿婆，嗯，你是咧做啥？哦，做这哦，香芳茶啊，香包啊，香包，嗯，香包是要创啥？香包吼，我这若做好了后，啊，摕来庙里挂着香，啊，摕转来看挂伫咧什么人的身躯，神明就保庇伊吼平安无代志。我爸母，若有这个香包伫伊身躯顶，伊一定袂死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我要去读册啊，无吼去当先生嘛。哦。阿妹嘛是直到即马吼，都叫我先生咧。哪会安尼呢？毋知影，可能是惊亲迄款嘛。啊，毋过阿梅来咱兜已经遮侪工啊，应该爱管事较对啊。叫恁一声阿爸阿母，敢有遮困难？无怪阿母会感觉伊真无情。阿梅伫个林医师的厝内面，渐渐敢无存建立兄妹仔的感情。阿梅，较细腻哦。会啦，我知啦，你叫我算的呢。阿梅，你来阮兜嘛住一段时间啊，你来叫阮阿爸，啊，搁叫先生啊。你知影无？阮阿爸来当做亲生查某囝，为什么你毋肯叫伊一声阿爸？阮阿母嘛是共款，你嘛毋肯叫伊对无？阿快不准你叫阿母，有听到无？敢讲，你
你无教养邻家的人，你敢毋肯叫伊，对无？毋是安尼啦。毋是，我是安那？阿妹，你无想要讲袂要紧，啊，毋过你爱知影，阮大家拢爱当做邻家的人，你袂互阮失望的，对无？嗯？你是查囡仔哪安尼啦？哎，面皮看甲你目睭皱，你毋惊伊热死哦？来来来。以后你离阮无村，离阮远愈好。安尼你做会到？阮先生为着你的代志，三不五时就甲我骂。我敢若村无村这个后生通我挖困了尔。我无希望我为着你的代志来拍歹着阮母仔囝的感情。我讲的话你听有无？有。以后你毋通我看到你，我甲无村做伙。伊若要带你去佚佗，你着讲毋好，听有无？有。有就好啊，行，我带你转来陪。
你讲啥？无啦，无就奇怪，你唔讲就歹。哎呦，你若安尼看甲目皱皱啦，莫安尼啦，会热死啦。我会寒。当一个寒啥？囡仔人尻川三斗火。阿婆，嗯，我以后一定会足想你。三八囡仔，当你是咧讲啥？你讲安尼袂输阿婆要翘起。乖，紧困吼。阿梅啊，好起来食糜哦。阿梅啊，来，紧起来，日头拍尻川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食糜吼，乖。来，哎呦，你身躯哪遮烧？你伫咧发烧呢？来，快紧来，你紧倒咧。我来叫先生甲你看卖吼。什么咧变？紧啊，乖。阿菜，先生呢？先生拄则出去往诊啊。安尼是要怎啊？我桑，什么代志？阿妹啊，发烧啦！我来看卖啊。奇怪，啊人呢？电话拢找无啊？是啊，是走去倒啦。看到外口无啦？阿母，你看到阿梅无？阿妹，无啊，是安怎样？伊都毋知走去倒位咧。无要紧啦，啊，他囡仔人可能走出去佚佗，等者就转来啊。哈，袂啦，伊咧发烧，哪有可能走出去耍啦？阿妹咧发烧，对啊，我咧药大概是昨送药去车头互你，走到规身躯冻干，转来呛冷水去寒着的。少爷，你出外面吹，放伫外口无？好。我啥？你甲找看卖啊，阿妹衫敢有伫个？先生要互先生拢还伫咧，旧衫无看的，包囡仔也无去，敢讲，先生娘，你昨是甲伊讲啥个哦？先生娘，你是毋是叫伊离开林家？无，我无。先生娘，阿妹是一个真怪卡的囡仔。我也无叫伊离开啊！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先生娘，我知影你一直认为讲阿妹，伊是一个真无情的囡仔，家己的爸母过身去，连煞悲伤都无。也毋过你敢知影？你完全误会伊啊！误会？
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阮本来就是讲红梅来遮是要做查某囡仔，甲伊就爱激笑面，才会得人笑。想袂到，你煞来误会伊，讲伊是一个真无情的囡仔。细新娘，红梅是还遐尔啊细汉，明明心肝内伫咧思念因爸母，也毋过都爱激笑面来巴结你。来头一工，都互你甲扇嘴皮。你敢知影？迄一暝，伊咪伫咧壁角，一直伫咧哭。伊细细声仔甲我讲，伊足思念伊的爸母。这款的囡仔，伊敢会无情晓？郑文姐，你有拍到阮家红梅无？无咧。无，多谢。少爷，少爷，阿妈生，你有睇到红梅无？头家娘讲哦，伊可能去火车头坐火车啦。火车头？嘿啦。我春啊，我春，小动的，小动的。哎，我送啊！我是啥物代志啦？我无春雄雄公公是要走迄个。先生啊，玉梅拍无去啦。啊，头家娘讲哦，伊可能去火车头坐火车转去因故乡啦。安尼？嘿。去小饭堂，小饭堂，我你紧起来。来。我都袂当转故乡。阿爸母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哪有怀找我？阿妹，你是安怎？哈？哪只手？紧来，我带你转来。哎，阿妹，你小心来者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。叫我第一名，但是八点档棒香品质第一。手术的嘛是爱拼第一，多谢观众朋友热烈的支持，敬请继续收看《台视新八点档棒香》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我这物件要跟对。阿梅若要走，伊是无答应阮林家。
呢？袂，安尼伊是安怎要转去因兜？嘛毋肯叫阿爸母，伊都唔敢叫咧。毋敢叫。头家呢叫伊唔通叫阿母啊！有即款代志？有遐尔怪卡的囡仔，哪会讲唔叫人的理由？我甲阮阿爸，拢错怪伊。你看迄丛树啊，安尼发甲直拢爽，树枝煞安尼生做弯弯翘翘，树枝的尾啊，佫会发尾。共款一丛树啊，尔，就生甲遮尔复杂。人世间嘛是共款遮尔复杂，这是为虾米？阿母，我知你要甲我讲阿妹的代志。你免讲啊，我拢知影，是我错怪伊无毋对。阿母，无春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伫咧日本的时阵，就知影阿妹的代志？阿爸有写批来我讲。伊伫批顶面，敢有提起讲要领养女的代志？对啊。莫怪，你昨伫车头才认得阿妹。阿爸写批来我讲，阿妹阿爸阿母是安怎死的，我看了足激动的。阿爸讲要领阿妹做养女，我嘛真赞成。我即摆转来，除了看你以外，嘛则想要看这小妹。不管安怎讲，反正我拢是上尾一个才知影。阿母，你莫安尼想啦，阿爸可能一时无闲，袂记来你讲，伊毋是挑工要来瞒骗的啦。无春，你可能会怪我无替阿妹设想，啊，毋过，敢有人替我设想过？要认一个养女啊，遮尔大个代志，竟然事先拢无人甲我参详一下，厝内突然间来一个查某囡仔，开喙就要叫我阿母，你讲，我要哪会当接受咧？阿母，莫想遐济啦，以后惯势就好啊。惯势。当初毋将家己的查某囝顾好，即摆才想要认别人来做查某囝。我特别来是想到恁阿姐，也要满肚这就死。无春，你敢知阿母的心肝是偌紧？阿母，莫阁讲啊！阿妹无可能做我的查某囝。我的查某囝敢若一个，伊就是啊。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加休困几工啊，通有别乱走啊。不过车嘛是爱照摊，哦。菜，你摕一块干梅哦，好食。好。阿妹啊，你是安怎要等伊故乡？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一定要老实甲我讲，敢是生时赶你转去？毋是，是我家己要转去。你无骗我？无。那安尼你是安怎要转去呢？你是住伫遮袂管事，啊是安对你无够好。
无，先生甲先生娘拢对我真好。你有啥代志，你老实甲我讲，唔通藏伫心内。啊，你老爸老母都已经无伫了，要是搁再出啥物代志，你叫我安怎甲你交代咧？我真正是甲你当做我家己的查某囝呢，你知无？你敢确实知影？那安尼，你是安怎？到他拢无甲我叫一声阿爸？乖，难哭啊，难哭。我毋是叫你来叫。你一定爱会记，你若有啥物话可，一定爱甲我讲。药啊，姐姐，好紧休困啊！哦。药我来饲就好啊。你先出。先生娘，等我病好，我一定马上转去。先食药再讲。阿妹，你真是安尼惊我哦？你听我讲，我希望你会当带阮林家，怎啊带落去？而且，你应当都爱叫先生叫阿爸，啊若无剩，你应当都爱叫阿兄。伫别人的面头前，你用爱叫我阿母。啊，毋过私底下，我不准你叫，知无？阿妹，你敢知我是安怎私底下不准你叫我阿母？因为我永远都袂将你当作是我的查某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头拄甲阿妹讲较话什么意思？啊？不准你私底下叫你阿母，永远袂甲当做你家己的查某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有啥物意思？阿梅，伊本来就毋是我的查某囝。是安怎你这个人拢讲袂准正呢？人叫你一声阿母，你敢会减一点吧？这么细汉的囡仔，你竟然对伊讲这种话！我对伊讲这种话是安怎？我家己的查某囝已经死了，死啊啦！我是安怎都爱去认别人来做查某囝？你是安怎家己的查某囝唔顾好，我去别人的查某囝去？别人的囡仔较重要，咱家己的囡仔都无重要是无？
查某囝若无死，今年已经19岁啊，你知无？迄个暗，你若莫出门，就准做讲是我去天翻啊火去。万一搁有你会当顾大囡仔的身躯边，安尼条囡仔都袂去干爹伊的面。过去的代志，莫搁再提起啦。我是安怎莫提起？我刚刚若要问你，你是安怎永远拢是伫咧顾别人，拢毋顾家己？你连家己的囡仔都毋顾，世间哪有亲像你这款的老爸哦？哪会无啦？阿妹的老爸老母就是这种人啊！你为着保护别人，甘愿向烧死个甘蔗园，为着保护别人，互家己囡仔变做孤儿呢？啊？咱不过是失去一个查某囝，阿妹呢？阿妹是失去老爸老母，你敢知啊？阿妹的老爸老母算起来嘛是我的同志，因的查某囝就是我林敏秀的查某囝，同志甲同志之间本来就是应该安尼。因即马死啊，我是无在条对因去，啊，不过我会当照顾阿妹啊，所以你拢莫讲，不管你安怎想，阿妹就是咱林家的查某囝。随着你安怎讲，我拢毋敢有意见。等下，阿妹是毋是甲赶走？我无赶伊走，这个钱是你摕互伊的，这个钱啊，是后面包袱内底找着。我问无春，我嘛问阿蔡甲华生，因拢无摕钱互伊。啊无，这个钱谁摕互伊的？是你摕互伊的吼？你若无要赶伊走，你想怎要摕钱互伊？阿爸，你点点，无你代志。你甲讲，钱是你摕互伊？真是我摕互伊。你是毋是要赶伊走？毋是，若毋是，谁怎要摕钱互伊？是安怎我讲的话你拢毋相信？我真是无赶伊走，我无啦。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啊！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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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紧起来，紧起来！神仙，我求你，你莫把神仙留我。神仙留我陪你，你无跟我走，你我肯定要回去。我要回去找我呀，我要回去看我爸母。我讲我一直感谢，我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感谢。神仙，我求你，你莫讲把神仙留我，我求你。阿妹。呀，听讲啦。
你敢有看到甘蔗园咧烧？你敢知影恁阿爸阿母伫咧甘蔗园内底？我本来唔知影，结果因厝边啊水姐偷偷甲我讲，所以我才会知影。甘蔗园伫咧烧的时阵，人穿起来，我亲像一只乌龙共款。主席甲我讲，我爸母就是坐迄尾乌龙，飞上天顶的。我主席啊，叫我免烦恼。伊讲，我爸母伫咧天顶，一定会足快活的。我主席讲的话，你敢相信？阿爷相信。不过，我唔相信。你哪唔相信？我爸母伫咧天顶，有足快活的，一定会带我走，会帮我切人伫咧食。阿妹的衫吼，我先甲摕来放喺无村的房间。伊即摆咧破病，我有伊先困在无村遐，互无村甲照顾一下。要顾我来顾就好啊，那就劳烦少爷啦。囡仔人破病哦，是日时啊，车起半暝啊翻。你伤老啊啦，我惊你伤忝。啊，抱婴儿孙，什么人比我较高？老嘛老冤知啊，啊，即阵才一个晓。进前阿妹啊，甲赶来我遮困，啊，即阵我带喺无村的房间困，敢讲？哎呦，我上有影老天道啊，都足细细念，不到300的有影，哎呦！孙新娘，免起来，做你倒的无要紧，吼。阿母，你在创啥？无啦。哎，啊，你著倒的，你来搁坐，来，你倒。来，我你遐烧呢，我叫欧巴桑哦，用一块热豆腐互你食。安尼较退火吼。免叫啊啦，我有听到啦。我老懵老吼，耳孔要真来咧，热豆汤退火，我等下就来滚。欧巴桑，当你是咧笑啥啦？你莫伤笑哦，笑久面皮sẽ撩去哦。哎呦，我都已经老龄宝啊，面皮撩去哪会要紧啦？你哦，你愈老愈无大端呢。阿妹。你这几天吼，怎困在遮？衫我拢甲你款来，吼。少爷，你有感觉你母啊怪怪无？在遮困，表示讲承认伊是伊的查某囝。是真诶假？下年我会去互雷针。哦，我伫恁兜安尼规半世人，感冒流鼻水，腰骨酸痛，自然毋捌叫我讲滚绿豆汤食啦。哈，毋是我咧操蛋，半遍都毋捌咯。
哎，阿妹啊，你先啊吼，先生牛改变遐济，你是做啥物好代志？无啊，哦，有啦，阿妹吼有做真侪好代志，只是家唔知影。安尼哦，你这死查某鬼啊！啊，做一寡代志暗藏起来，拢无知影吼，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爸，阿母吼，敢若已经接受阿梅安尼。哦，阿母本来叫阿梅吼搬出去我的房间，啊伊即马亲手拿阿梅的衫仔裤摕去我的烫厝内，佮叫阿梅搬转来甲我住，佮叫我好好照顾阿梅。阿母的意思真明啊，伊愿意让阿梅当做家己的查某囝呢。小哥，你敢会记得咱查某囝过身，那是倒一年的代志？是昭和元年，嘛就是1926年。迄年的6月底，我有走去凤山一趟。迄个时阵吼，台湾农民组合成立，我去遐，我不过是去斗头尔。我阁会记得，我到凤山的时阵，看到迄规家路拢是足红足水的红红花，起来啊！你家去凤山，我有实在一个少年人，大家拢叫伊五。人真甜，毋过真热心。5年了后，台湾农民组合去用厝地解散。我听五个讲，伊真唔甘愿。煞着听人讲，伊继续咧组织农民，一直到这个出代志为止，拢毋捌倒过。秋哥，5个
捌受过什么教育，不过伊所做的代志，却比我更较多。1926年，我是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参加农民组合大会，不过我看到迄规片红红红的红红花，我竟然这么简单，我就受到感动。讲迄个时阵，讲迄个所在，还阁有真侪亲像我这种人，恁嘛是去看到一个足红足水的世界。只不过，迄个世界，都係因家己所留的花去打拼。唉，1926年，别人是按算用家己的青春甲生命去活一个理想，我目睭所看的，竟然不过是红红花而已。我实在是有够了的。叫可，1926年，咱是失去这草囝无对。不过你敢知影？伫迄个时阵，阿妹就还没出世咧，伊就一定注定要做一个孤儿。不过我相信，我的医师嘛讲过，迄就是因为伊会将别人当作伊家己的兄弟姊妹，伊做会到，咱嘛做会到。咱嘛应该将别人囡仔当作咱家己的囡仔，咱嘛会将阿妹当作咱家己的草囝。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。只能做我。好，安尼才是我能忍受的价。求你啊，你莫阁参将你，因为我就惊你有一天会出代志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袂出代志。我若真正这么好胆，家己敢安怎？我都袂将家己的后生送去日本读册，我也袂闭个庄脚，做一个草腿医生。哎呀，足红足水啊，红红花，迄个啊！红红花，我还阁有足红足水的时阵呢，我比红红花都更不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伫阿梅破病的迄几天，无春日也过，年也过，惊阿梅又搁不顾离别。这种心意，连阿梅都感受到啊。对这个热天开始，阿梅正式变做是临家的人。お父さん、お父さん、お母さお母さん、ん、兄さん。兄さん。なんで？我嘛要叫你兄さん。
阿妹，逆上，免叫逆上，叫阿兄哦，嘛会通哦。阿兄，咱过来念一遍，好不好？阿母，阿妹要来甲你请安啦。紧叫啊！お母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阿母，阿妹叫你乌卡桑，你哪拢无反应啦？好啊啦，你无看你无用哟，莫搁遮乱啦。乌卡桑叫咱莫乱，咱乱乌倒上，行。阿爸，阿妹吼，要来甲你请安。高兴啊！请安没从呀。お父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阿妹，你叫我乌土桑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阿妹，你看，咱这鱼就是安尼来的，每一只鱼的顶头拢缀着鱼名的字，鱼名是落同食。你经过亲的阿爸阿母，嘛是落同食。咱这每一条汤顶头，嘛有缀着恁阿爸阿母的回甲歌。不管是劳动者、艰苦人，还是善车人，拢爱永远经做伙，互相斗相共，相招斗阵，来照前途。阿妹，你阿爸阿母就是为了这理想，甲来牺牲。你要永远会记得，好无？迄个时阵，虽然阿梅还阁较细汉，也阁无啥了解毛春讲的话，也毋过阿梅永远拢会记哩。伊会记哩毛春讲的话，也会记哩毛春讲话的时阵，遐尔啊有自信的笑容。伫阿梅的心肝内，爸母的爱亲像山，毛春的爱亲像海。毛春的歇热真紧就要结束啊！阿梅偷偷啊叫阿婆教伊添香火茶啊。阿婆就是讲阿梅是伫咧添好耍的，伊毋知影讲阿梅添即个香火茶啊，其实是要送互一个人的。毛春啊，你家己一个伫日本吼，你着较保重家己的身体，有听无？我知啦，阿爸阿母，你嘛爱保重咧。会啦，哈，你嘛是共款。毛春啊，啊你家己倒来。阿母，你毋通安尼啦，我一定会写尾转来。阿妹，阿兄要转去日本读册啊！阿爸阿母，你要听阿兄照顾好无？阿妹，生要辣辣。阿妹，你若无对阿兄讲生要辣辣？好啦，你无想要讲，阿兄袂甲你勉强，吼。
春哦，火车来了啦。哦。到来哦，你若到位吼，你落去消费回来吼。好啦。啊，家己身体保护好嘿，吼，有听无？吼，阿母，好，好。我春啊，你家己身体都顾好嘿。阿母我知影啦。阿母，你爱保重诶。我有都会给你消费回来吼。你爱保重嘿。保重哦。加油啦！哦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加油啦！阿妹。加油啦！小妹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阿爸阿母你爱照顾哈。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当啊，你的暗的，你的丢啊，你的排药味啊。谁来啊？王个，是你哦。有过啥问题啊？我讲，问题大嘞哦。啊，前几工啊，我感冒流鼻水，啊，来你遮药啊，摕转去食，啊，鼻水即摆袂流啦，啊，所以我头壳疼了。头壳疼？对啊，啊，较早也捌安尼啊啦。你是毋是有咧啉酒啦？啉酒？啊，无啦无啦，咱现在七番有八番有，我哪敢啉嘞？哎，出去咧。啊。是咧，啊是安怎？有要紧无啦？你啥样个？哦。你的心脏啊跳遐紧啊！啊跳遐紧唔好。咱人的心脏哦，甲咱你船啊顶迄个莫达是共款，要用偌久，要走偌远，拢有一个限制。你心脏跳遐尼紧，别人是活到70外岁的心脏才跳会线啊！啊，你才40外岁尔。我看你迄个莫达吼，是动无久啊。当一声就靠腰啊！啊，心脏跳遐尼紧，迄都毋是我爱跳的，啊，了有代志。哇，先生，啊，你笑啥？我是笑你够紧张啦，就小可感冒尔，你就紧张到安尼，你就是安尼紧张哦，心脏才会跳遐紧啦。啊，我确实都用啊头壳疼咧。酒减啉一寡，头壳都袂疼。啊，我酒都已经改啊啦，啊，你也唔相信哦？我酒做互你听啦。免，酒若改起来就好啊。嗱，我王啊吼，唔是伫操蛋的啦。嗱，现在你吼甲我讲的哦，我拢嘛做啊教。啊，你开互我迄药啊，我嘛照三顿食啊。啊，你叫我莫啉烧酒，我嘛规个改去，我也无好笑啊啦。
若走到遮啦，去找呀。阿爸，你毋讲一下就好啊，哪互我等遮久啦？啊，等我要老先咧看偌久，就要甲你报备些。阿爸，咱反复啊啦，这款是最后一摆啊啦。你头前笑，若要家己清清的，就袂顾互你写啦。搞死啦！因为面水互你写了了，你。歹势哦，先来，歹势啦。这里有啊。对，先来。这两尾白手哦，足青，我来当个找啊。无安尼啦，王啊，药仔钱就免摕，甲你换这两尾白手。哦，无咯，白手这嘛足贵的，哦，安尼你食亏。后摆你来吼，药仔钱嘛是免摕，两届的药仔钱哦，甲你换两尾鱼啊。是嘞，啊你嘛爱讲笑，啊叫我后摆过来，卖啦。啊，这鱼啊，我掠来我让伊抬抬吼。多谢。好吧，还佫有啥物代志啊？就兼啉一寡。知啦。这两摆囝吼实在有够固执的。对对。是啦，你们走开！啊！啊，你敢安全啊？安全你个头啦！啊，你当咱恁爸是日本那边，要来看青山，这个你无听着？无。哎！哦，我想要做案呢，这个你无听着？袂的呐，你会甲我拍？因为上个社会做恁老爸啦，啊，你敢我拍就是安怎着？啊，对啊，我教我你啊啦。你跳哪小啦？搞死囡啊！脚手遐硬咩？搞死囡啊！你讲遐身高咧你啊？我若是狗，你毋就是狗因老爸？你讲啥你啊？老狗。叫咩老狗？你这好看哦！嘿，啃就啃，你咪叫你踢个一空哦！听见叫我跳的啊？跳你无跳？好啦。我唔请教，我肯定袂较准。阿爸，我毋是跳高的哦。你唔是跳高的，我唔就告伊了哈！你啊，搞死了！你给我走！等下你就知死。哈！我管遐啦，你二婆啊，你来等我咧。讨海人的囡仔阿海，自细汉就失去老母。这个时阵，伊也毋知影讲，家己得要去撞着一生中最爱女性阿梅。阿海迄个时阵9岁。喂，你是啥哈？你爱走入来？你若要破病哦，爱去头前才对啦。你才破病咧！你这个人讲话哪呢？无你想要安怎？喂，你叫什么名？啊！你别叫你叫你往后等，啊，这你要做啥你啊？无啊。啊，人下人落徛遮，我讲无你啊！伊是阮囝，阿海啊！你错去了，你走到遮，唔系先来报备者。报备啥？啊，恁爸去互医生看，都要甲你报备啊！啊，你走到遮拍七啊，啊免甲我报备者啊！上帝啊，拍子啦，唔通我白讲啊！
天光，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摆头白云，讲阮自思念念，想你。